3，跳！没事，我搁这趴着。不行，太吓人了。捏力河，要走。捏力河，整不住。没事，怕啥的？害怕。呀！不行，慢点。西湖美景3月天内，春雨如酒流如烟内。干啥呢？等等我！菠萝便宜了，2块，都2块了啊！菠萝咋卖呢？ 2块，哪个2块啊？都2块。都2块，给我拿一个来。行，我给你拿个袋儿啊。我说摩托车加水能走，这不推2天，啥时候到家呀？你可别忘记了，再推1天就到家了。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？哎呀！我的妈呀！老妹儿，银行咋走？前面。大哥，我没有钱，大哥，我真没钱，大哥。哎呀，你爪子！我咋的了？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啥子恶心嘛？老子查手机追到你了，你才恶心的很。其实你说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，哎呀，混起来了，老刘，还雇个保镖，咋不说话呢？干啥呢？我擦我衣裳。你有病啊！喂，你是快手官方吗？啊，那我问一下，这阵为什么不热门呢？怎么的？我的段子不够拼呐？你看一下现在够拼不？这就行了啊。那行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
瑞，给你拍个照，来，多拍好看一点。好嘞，美美哒。好美啊！妈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婚咱俩结不了了，凭什么不结婚？因为你搞破鞋。我没有。儿子，你俩可别吵吵了。我发誓，谁跟我搞破鞋，谁必死。亲爱的，我想着这37克安全粉钻还给不给我买？啥都给你买，没事儿。媳妇，你干啥呢你？这谁呀？妈呀，老公，我这不正扶一个残疾人过马路呢吗？你看我媳妇真有爱心。你快扶着点。走。哎呀，我媳妇真有爱心，走。家长。哎呀。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我赢了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我这太痛了！哎呀，这太